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是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今天胡適走勢是典型的特朗普行情。昨天咱們說了，金融消費者連夜學習特朗普精神，研究特朗普思想，用來指導自己在胡適裡面的操作。什麼叫特朗普行情？這我在昨天節目說了，有時候特朗普這個人不着調，總是在周末搞事，實際上是在美股周五收盤以後，他就經常搞一些動作，霸凌伊朗，導致國際資本市場油價都劇烈的波動震盪。胡適的小散金融消費者深受其害。當然了，全球其他市場也差不多。那麼特朗普行情，記住這個，那有的投資者惹不起他躲得起，所以他周五一定要空倉，先出來，要麼減倉。你周五出來，那不好意思，我得提前出來，我周四就出來。所以說本周就是典型的特朗普行情。周一是来個暴跌，周二周三反彈一下，因為特朗普緩和了，特朗普要在美股開盤之前要釋放一個好消息，說伊朗服了，伊朗投降了，美國和伊朗正在談判。好，資本市場得到了安撫，所以美股周一它就反彈，那咱們就周二反彈，周三也反彈。那今天周四一看馬上就周末了，這特朗普要發什麼瘋不知道，所以今天立馬就崩了，市場震盪調整，三大指數衝高回落，跌超 1%， 截至收盤沪指跌 1.09%， 深成指跌 1.41%， 創業板指數跌 1.34%。 實際上昨天收盤咱們的節目也說了，因為昨天下午是無量反彈，量在萎縮，說明這個就形勢不太好了。那今天果然全面下跌，而且今天更慘的不是下跌 1%， 而是今天的成交量，沪深两市成交量已經跌破了2萬億，現在只有 1.9 萬億，比昨天少了2300億。這說明什麼？說明大部分資金都在觀望了，不敢玩了，越到周末越風險越大呀。咱們這個節目一直說看胡適能不能扛得住，首先看成交量，如果成交量一直在2萬億以下，那就保不住了。如果在2萬億以上，那說明還比較活躍，畢竟還有人在裡面玩，人氣還沒散。2萬億以下就非常危險，人氣散了。1.5萬億以下，那基本上就是所謂的指數牛市就結束了，洗洗睡。現在是 1.9 萬億，看看如果跌到 1.5 萬億以下，那就是牛市結束，都別玩了。至於什麼板塊漲板塊活躍，這都不重要了，反正是電風扇行情。今天是4493家下跌，916家上漲，也就是跌多涨少。周二周三2天的反彈，今天差不多1把又送回去了，所以絕大部分金融消費者现在又回到了周一暴跌的那個狀態。昨天咱們就說了，交易量下跌，說明金融消費者他不知道該怎麼辦，補倉不敢，你補倉他說不定後面要跌，趕緊逢高減持也不敢，他害怕他正微上去了，萬一上了4000點，萬一又上4200點，這不也割肉了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散戶根本不敢動，所以這就是成交量為什麼萎縮的原因。咱們一直說，咱們胡適的散戶是最慘的，因為胡適的散戶要研究的對象是最多的，就是胡適的散戶的对手遠遠超過其他資本市場投資者的對手。你看，你其他的資本市場，你投資者只用研究什麼貨幣政策是寬鬆還是緊縮，只用研究經濟形勢，只用研究某個公司某個行業，製造業或者是芯片半導體就夠了。但是胡適的投資者不行，你只研究這些，那你褲衩子都虧掉了，你還關鍵不知道怎麼虧的，對吧？胡適的投資者恰恰這些都不重要，对吧？他更要研究什麼呢？欺詐上市、財務造假、虛假陳述、大股東非法減持、股價操縱、炒概念，你看識別這是真概念還是假概念，這都不算。現在又增加一個要研究特朗普，你說這個散戶招誰惹誰了？你就是炒個股票想賺點這個零花錢，當然了，有人是想發家致富，想改變他的這個圈層，想要財富自由，結果你還要研究特朗普，連夜學習特朗普思想，還要看特朗普的這個精神狀態。你說作為一個胡適的投資者，你憑什麼呢？所以我說胡適投資者是最慘的，你看他面臨的对手是最多。明天恐怕又是黑色星期五，大家還是要小心。如果周末風平浪靜，那周一就要反彈一下；如果周末特朗普又放狠話，那周一咱們再來個黑色星期一，這樣就3700點了。所以你看，這一切都在特朗普的這個掌握之中。不過不要緊，這個外資還是在鼓吹 A 股，除高盛外，摩根、瑞银、貝萊德以及聯博等主流機構也形成共識，普遍認為中國資產兼具估值洼地、盈利修復以及長期戰略價值3大吸引力。
這些機構很有可能忽悠着把自己也忽悠瘸了，可能他们自己确實持有一些 A 股，現在深套中，沒辦法被迫唱多啊。這個國投林榮雄表示 ，A 股正面臨雙重底層邏輯巨變，機構泛科技倉位突破 50%， 疊加出海資源品近 90% 的極度失衡，疊加高油價驅動美元轉強，流動性收縮，再均衡配置已不可避免。歷史境界下，當前更接近2021年調結構而非2022年的降倉位，但需警惕未來主線如過去3年領漲重倉品種相關性極低，告別舊邏輯，需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為了唱多，什麼都能是看漲的理由，什麼都是利好。這個美元轉強，流動性收縮居然成了 A 股上漲的理由，你說這叫什麼事？我記得前一陣子不是說美元轉弱，流動性增強，資本市場就會漲嗎？這回美元轉強，流動性收縮，資本市场也漲，那這資本市場是為了漲而漲啊！專家為了吹胡適也不容易。還有個專家叫張益東，他就說啊，國際秩序重構危中有機，中國硬核資產長牛未央。張益東表示，他非常看好港股，如 A 股一樣，認為美以這場戰爭之後，中國資產將取得更有吸引力的配置價值。從相關性來看 ，A 股、港股與美股的相關性，在過去幾年顯著趨勢性走弱，歷史上最高的時候是2018年到2020年，隨着民盛將 A 股納入全球市場，相關度曾達到 80%， 但最新的數據顯示，相關度已經降到0%。甚至恆生高股息指數與標普相關度為負。你定你的，我漲我的，這是長期的內資主導的定價。張益東指出，年初至今 A 股和港股的震盪調整是受海外因素殃及，並不阻擋中國資本市場長期大趨勢。這段震盪調整更像是蓄勢待發，登下來反而能跳得更高。無論 A 股還是港股，下半年都有望創年內新高。這個是張益東說的，要創新高。不過他也認為，他說現在割肉只有一種可能，這場戰爭打到年底，打出全球金融危機，那就是非理性下跌。由于這個指數從4179點、4197點一路下行，最低破了3800，跌幅達 10%。這個專家着急了。這個證券專家劉繼鵬他接受採訪時說，他說什麼？他說散戶牛市也虧錢，何況市場暴跌。這是專家說的，即便是牛市，散戶也在賠錢，何況現在市場的暴跌，那散戶更得賠錢。那專家的言下之意就是散戶，对吧？你什麼時候炒股，你都是賠錢。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劉繼鵬他認為，他有個視頻大概5-6分鐘，我就不放了，我就給轉述一下。他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散戶在牛市也不賺錢，暴跌的時候更不賺錢？劉繼鵬他認為，中國 A 股市場大概有1/3的股票，將近2000只的股票它的走勢是 A 字形。什麼叫 A 字形？從這邊漲上去，上面一個尖頂，咣當一下掉下來，就像大寫字母 A 一樣的，也就是股價快速大幅上漲，形成左邊上升邊，隨後從高點大幅回落，形成類似 A 字的尖頂走勢。那劉繼鵬他就認為，股票的這種走勢不是自然市場的結果，這種走勢是背後有神秘力量。什麼神秘力量？就是大資金，掌握定價權的大資金，包括基金經理，人為制造的。怎麼制造的呢？說他們通過短期拉升股價，推高市盈率，如平均持倉80倍市盈率，制造1年300%的暴利的神話，吸引散戶和基民大量入場認購基金。比如說前幾年流行的這個超1000億元的藍籌精選和醫藥女神基金，葛蘭是吧？應該是這樣的，我也不買，我搞不清楚。其净值走勢也呈 A 型。劉繼鵬他認為，你看散戶為什麼賠錢啊？或者基民為什麼賠錢啊？这就是這些大的機構他們人為的挑幾隻股票，比如說醫藥股買進去，由於他們資金量大，扎堆一買進，股價就單邊上升。醫藥股一上升，他們的市值就好看了，市值一漲，他們就好宣傳了嗎？你看看，你买我的基金1塊錢，現在變成1塊3，變成1塊8了。這個基金公司再發行的這些基金是不是就好發行？募集資金，募集的資金越多，他的手上的子彈就多啊，他還可以再繼續对醫藥板塊加倉，繼續推高，直到什麼時候？直到崩了，推不動了，這個醫藥板塊的結果下滑，像那個 A 字形走勢，這邊就自由落體。
綿綿下跌。但是上涨的时候，因為基金公司它是靠什麼賺錢？手續費，它是靠管理費。那管理費它是固定的，所以說它就跟基金管理的規模有關係。你這個基金規模越大，你這1000億的，人家3000億，收費是一樣的。那3000億的那個基金公司賺的不更多嗎？管理費。只有你股價下跌，那人家不管，因為他收的是管理費，按市值。所以說基金公司是旱澇保收。那基金公司為什麼這麼幹？就是為了擴大它的規模，它要造明星效應。這就是大概教授專家的這麼一個觀點。他說，在上漲階段，基金管理人機構與出資人看似共贏，但頂部後下跌中，管理人通過固定管理費持續獲利。你看1000億的市值，那麼你就是1%的管理費，一年也有10個億的收入，那才幾個人收入就10個億。而基民散戶被嚴重套牢，贖回即吃虧，導致過去5-6年上百億的虧損。2025年1000點牛市中，1600只股票漲幅超過100%，又跌50%以上，指數上漲，但80%散戶虧錢。根本原因就是 A 型走勢普遍存在，引誘資金高位接盤。劉继鵬認為，他這源於機構需要制造神蹟，也就是光環，才能募資擴大的這個基金規模，而散戶缺乏定價權，被割韭菜。所以這個劉繼鵬呼籲要警惕 A 股的 A 型形態，培育機構市場，提升居民儲蓄入市轉化率，以免國家隊努力白費，實現資本市場健康發展。這就是劉繼鵬的觀點。A 股什麼意思啊？大 A， 為什麼網友叫大 A？ 那就說明這個股票就是 A 型走勢，多形象啊。但是我覺得劉繼鵬說的還是值得推敲的，他把这一切都怪罪在基金公司機構的頭上。我倒是認為，如果基金公司機構它沒有違法，那人家怎麼操作都是合理的。它沒有違法，按照你的制度，按照你的規章來的，那為什麼會有這種走勢？還是你這個市場本身出問題了。不聊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什麼欺詐上市，什麼財務造假，這幾千家上市公司有幾家是真的？有幾家經得起查？哪些公司哪個不是垃圾？你不要以為看那些不走 A 字形的就是好公司是嗎？這是根本性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你老讓機構那樣，讓投資者不要賣，散戶買了之後就持有不動，機構也持有不動，那不跟計劃經濟一樣嗎？市場就是要交易，就有人看好，有人不看好，有人賣，有人買，這才是市場。你老用那個計劃經濟的思維去管資本市场，能管得好嗎？監管要做的事情不是管機構怎麼買怎麼賣，也不是管什麼量化基金1秒鐘交易多少次，你應該管的是透明，是制度要透明，要公平公正，你不能有欺詐，誰欺詐誰傾家蕩產，誰全部買單。機構要做的是這個。 A 型走勢確實不太好，上去好看，下來很多人都被套出來割肉。但是 A 型走勢它在美的，在印度哪個國家沒有？如果這只股票很多人看好它，結果後來發現它的市場發生變化，被淘汰了，它搞個 A 型走勢，因為這不行了，大家都不看好的，它就进入漫長的下跌，它也會呈現 A 型走勢。那這種 A 型走勢有什麼關係呢？那不是正常的嗎？那是你沒看好，你沒看中這個行業，這行業出現变化了，你賭的這公司，你以為它很有前景，結果事實證明不過是一場泡沫，那你要為這個泡沫買單。這個 A 型走勢沒有毛病，但是胡適的 A 型走勢確實，專家說的也有多道理啊，很多是人為操控的，那你對照你的規則，他也沒犯法，沒犯法，那你只能看着人家操控，犯法了，那你要罰他。基金抱團不算犯法，就基金他買一只股票，他有沒有去什麼早上搞好的單子去封漲停，一會兒撤單，一會兒對敲，這種操縱股價沒有，人基金就是買，人家錢多就死買一只股票，只要在你的這個規範裡面，你也說不了人家。你市场經濟，你把這個機構把這個基金公司管得太死，把它綁着又綁，那能叫市场經濟嗎？這個專家說的牛市散戶賠錢，那散戶賠錢的歸根結底的原因是什麼？不是這種 A 型走勢。我說了，如果是這個企業本身有問題，被市場淘汰了，你比如說上海建工今天發了個業績年報出來了，净利潤暴跌，那像這種股票跌很正常，那不是应該的嗎？明年就要虧損了，照這個走勢。所以我們要知道散戶為什麼在牛市賠錢，根本原因還不在 A 型走勢這一塊。散戶在牛市虧錢跟散戶本身有比較大的關係。
但是前提還是跟這個市場什麼欺詐善事、財務造假、虛假陳述、操縱股價也有關係，炒概念。首先，除了這些系統性的風險之外，散戶是一種喜歡過度交易。什麼叫過度交易？恨不得1天2天就交易一回，有的人還要 T 加0。T 加0那就更厲害了。为什麼現在呼籲 T 加0？那不就是想買了馬上就能賣嗎？賣了馬上買了就賣，這種交易，我可以負責任的說，一旦實行 T 加0，那散戶死得更快，肉體消滅。還有一個散戶就喜歡重倉一只股票，這個建工爺叔就是典型代表，滿倉上海建工就賭一把漲，我就全倉跌了，他不會分散，說我這個掙了100萬，我買10只股票，他不會的。像胡一金老師這樣的70萬或者100萬買那麼多只股票，又是基金，又是指數，又是什麼 ETF 一大堆的，還有股票，像這種少。第二個就是散戶賠錢的原因，還有這個與市场本身有關係，因為這個市场本身就是散戶主導，題材炒作盛行。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還有一個就是高估值板塊泡沫破裂，也就是炒概念的，比如算力、人工智能，市盈率的多高？2025年牛市的市盈率已經達到了天花板，但是它的盈利卻沒有跟上估值的擴張，導致股價要暴跌，也就是基本面不支持，故事講漏了。這個跟散戶的認知也有關係，所以說散戶賠錢，無論是牛市還是熊市，散戶都是會賠錢，甚至牛市會賠得更多。散戶對資本市場一定要抱一個敬畏之心。什麼叫敬畏之心？就你來了之後你是做貢獻的，熊市你可能賠得少一點，牛市會賠得更多，但是絕大部分散戶是不会有這個意識的。他來就是要當巴菲特的，他來胡適就是要成就自己，成為中國的巴菲特。所以我們再聊一聊，胡锡進老師顯然是不是一般的散戶。首先他知道分散，他70萬買了10来只股票，還有指數，還有板塊基金。胡锡進老師他只有一小部分資金是频繁交易的，他絕大部分資金是長線鎖定在那兒。而且胡锡进老師他選的一般都是大國企，是稍微穩定一點，就不容易退市，也不容易突然来一個什麼立案調查，所以相對穩定。他買了好多什麼 ETF， 還有什麼指數，反正跟大盤是同向運動。所以說胡锡進老師這種搭配不可能成為巴菲特，他會怎麼着暴漲，一年賺個3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基本上也賠不了多少，因為他跟着大盤一起動。那大盤現在好歹漲了1000點，但是胡锡进老師跟其他的散戶一樣，也得连夜學習特朗普精神，學習特朗普思想，要判斷分析特朗普這個周末會抽什麼風。胡錫進老師昨天又發了個微博，說周三特朗普在採訪中發表了被認為樂觀的重磅消息，他稱與伊朗的談判取得進展和德黑蘭達成的協議指日可待。特朗普這番話拉高了市場的預期，股市和油價對伊朗戰爭可能降級的信號迅速做出反應。周三國際油價盤中波動，最低觸及每桶87.88美元，全球股市在持續波動的交易中上漲。但是談判會像特朗普說的那樣順利嗎？此前一天，美國政府通過巴基斯坦向伊朗提出一份包含15項條件的結束衝突方案。報道稱，伊朗方面通過最高領袖軍事顧問里薩伊提出了一方的停戰條件，這2份條件幾乎都等於讓對方投降。北京時間周三晚上，伊朗新聞電視台25日援引一名伊朗官員的話報道說，伊朗拒絕美國提出的停戰方案，並提出伊方關於停戰的5項條件。胡锡進老師他引用伊朗軍方發言人的說話，說你內心鬥爭已經到了和自己談判的地步了嗎？這是諷刺特朗普。特朗普說他在跟伊朗談判，伊朗說你是在自己跟自己談判，是吧？像我們這樣的人絕不會和你們做交易，現在不會，以後也不會。美國人只是在和自己談判。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表示特朗普的攻擊是對外交的背叛，使進一步談判變得毫無意義。外界普遍認為雙方的要求相互矛盾，談判可能以失敗告終。胡锡进老師他的心路歷程是這樣子的：自從上個周末開始，特朗普說跟伊朗在談判，胡锡進老師是不相信的，認為特朗普是撒謊，操縱資本市場。所以胡锡進老師就剛開始的堅決不相信，伊朗說沒有談判，到現在又相信有談判了。特朗普說談判只是談判結果，不像特朗普說的那樣。你看胡锡进老師他也是個漸進的過程，對伊朗的媒體的說法是照單全收。對特朗普的說法，那基本上都是特朗普撒謊。結果呢，胡锡進內心深處還是希望停火的，因為再不停火，他的賬戶受不了。這個特朗普說要對伊朗進行地獄火般的打擊，
好，一听到這個消息，胡適就咣當往下一掉，胡錫進老師的賬戶也咣當一下往下一掉。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一聽說特朗普你放狠話是吧？你要地獄夥伴的打擊，那我就讓整個中東以色列處在這個地獄之中。結果胡錫進老師的賬戶又咣當一聲往下一掉，這典型的就是特朗普和伊斯蘭革命衛隊對胡錫進老師進行了混合雙打，胡錫進老師賬戶進行了精準的打擊，一輪又一輪，這個已經是80多輪了，叫真實承諾4第81輪，精準擊中胡錫進老師的 A 股賬戶。胡錫進又說了一大堆美國媒體的什麼其他媒體的，反正都是對特朗普不利的这些信息。胡錫進老師後面發表了自己的觀點，說了解了周三圍繞中東戰場和談判各種信息，老胡傾向於認為美伊不久舉行面對面接觸的可能性已經很大。胡錫進老師在不得不相信特朗普真的是在跟伊朗人在談，不是在那兒說瞎話。胡錫進老師說，他說但這絕不意味着戰爭將會很快結束，局勢更像是從單純的戰爭暴力轉向相互試探邊打邊談的新階段，因為雙方都認識到取得絕對勝利幾乎可能。特朗普已經知道完全征服伊朗沒戲了，而且他有緩和市場焦慮、悲觀的迫切需求。伊朗也清楚，戰鬥到底不是真正的出路，也並非伊朗真實目的，而是要用這樣的決心瓦解美方的意志，為伊朗實現盡可能好的停戰條件。伊朗與美國、以色列實力嚴重不對等，但卻形成了非對稱性的主動性。伊朗的最大籌碼是攥住了霍爾木茲海峽，它讓美國縱有浩浩蕩蕩的全球實力，卻無法將這個世界能源命脈要衝奪過來，並且開打。雖然戰爭延長一天，伊朗的軍事和經濟損失將增加1分，但是伊朗的政治承受力卻遠高於特朗普。美以炸的雖然很痛快，但是霍爾木茲海峽封鎖輻射出的油價和股市災難性動盪，迅速轉化成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壓力。現在真正度日如年的是特朗普，他必須找到一邊戰爭一邊安撫市場、緩解政治壓力的有效辦法。你看，在胡錫進老師這個筆下，美國已經輸了。雖然伊朗的實力比不上美國和以色列，但是伊朗捏住了美國的軟肋，這叫非對稱的主動性。美國再厲害，你也控制不了霍爾木茲海峽，所以特朗普無計可施，只能乖乖求饒。這就是胡錫進老師潛台詞，就打到現在了，都打成這個樣了。胡錫進老師認為這個伊朗贏了，特朗普已經輸了。這場談判是特朗普主動發起的，它是特朗普接下來圍繞伊朗戰爭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節奏的重要一環。也就是胡錫進老師已經現在承認了伊朗和美國雙方在談判，但是這個談判是美國人求的，不是伊朗人，因為特朗普輸了。老胡個人認為，伊朗如果不想再次被愚弄，他們就不能掉進特朗普的節奏裡，給他當托。伊朗要把節奏攥在自己的手裡，那就是可以談，但是堅決不停火，繼續攥緊霍爾木茲海峽，讓談判的每一天，特朗普與沒有談判時一樣難受，甚至更難受，從而把這場談判變成伊朗的節奏，至少是特朗普和伊朗共同節奏。只有那樣，無論打還是談，都會讓特朗普無法喘息，在越來越強的緊迫感中，他才會做出更大讓步。胡錫進老師又是在許願，我也不知道他是在給佛祖許願還是在給真主阿拉許願，不知道，就已經打成這樣了，還琢磨着伊朗還能贏。伊朗手上攥着霍爾木茲海峽，這個周末或者最遲下周，一旦霍爾木茲海峽被美國人一占，一旦哈爾科島被美國人一占，那伊朗就整個的就連底褲都没了，他們的牌都沒了。你看胡錫進老師最後他說，現在都是特朗普朝着一個方向說句話，市場就瘋似的跟進，到特朗普單方面說話沒用了，必須伊朗與特朗普同時期一個方向說，市場才跟着跑。伊朗真的贏了一大半，你看看，就到現在還指望伊朗能贏一大半，這個缺心眼兒的能缺到什麼程度？大概就這樣了。對伊朗媒體的報道是照單全收，全信了。照這麼下去，特朗普就是拿下了霍爾木茲海峽，就是占領了哈爾科島，在胡錫進嘴裡啊，那還是失敗。
怎麼可能贏呢？最後再聊一下胡锡進老師不愿意聊的委內瑞拉啊，这个委內瑞拉已经从胡锡进老師的視線中轉移了。原因很簡單，就是委內瑞拉到現在居然沒有亂，也沒有出現什麼人道主義危機。老朋友馬杜羅被抓之後，他居然一點事沒有，還跟美國建交了，還要發展經濟，你說這能受得了嗎？委內瑞拉已經變成不是一個好朋友，不反美了。所以胡锡進老師就不聊他了。實際上，這個委內瑞拉啊，根據最新的媒體報道，馬杜羅之子尼古拉斯首度公開了父親在紐約監獄內的近況。當地時間3月23號，馬杜羅之子委內瑞拉議員尼古拉斯在加拉加斯一場要求全面解除美國對委內瑞拉制裁，並呼籲釋放其父的集會上表示，馬杜羅目前被關押在紐約監獄，正在等待本周庭審。馬杜羅與妻子被關押在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大都會拘留中心。據悉，馬杜羅被單獨關押在一間牢房內，無法接觸互聯網或閱讀報紙。在等待案件進一步審理期間，其對外聯繫受到嚴格限制。據消息人士透露，馬杜羅在獄中仍被部分在押人員稱為總統，他目前僅被允許通過電話與家人及律師聯繫，每次通話時長15分鐘。尼古拉斯還表示，律師轉述稱其父親狀態堅強，並叮囑家人不要難過。馬杜羅在羈押期間每天堅持鍛鍊，身體狀況良好，體型保持精瘦，狀態較為健康。這是他兒子尼古拉斯說的。其父母目前精神狀態良好，精力充沛，充滿幹勁，並堅信馬杜羅在法庭上證明自身清白。我們一切都好，我們是鬥士。實際上，馬杜羅當他得知2月28號哈梅內伊一眾高官被導彈送走了之後，馬杜羅認清了形勢，覺得自己這個下場很滿意，吃的也好，睡得也香了，總比帶走了強吧。這是帶到美國。胡錫進老師現在陷入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希望伊朗跟美國死磕，一方面又希望趕緊停火。死磕是為了滿足胡錫進老師那個逢美必反、反美的這種鬥志，停火是為了保住胡錫進老師的賬戶，保住胡錫進老師的資產。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啊！但是最終的情況是反美沒有成果，對吧？伊朗會被美國給滅掉，賬戶呢同樣也保不住。這就是對胡錫進老師的戴維斯雙擊。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